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嗰本欢迎收看《福氣嚟咯》。大家認識一個地方係用乜嘅開始呢？有啲人啊會用佢嘅語言、建築，甚至於講用食嚟認識一個地方、認識一個文化。講到食啊，有啲係講傳統嘅泰料理，有啲呢係對路邊嘅小食開始。今日嘅來賓啊，佢就用一個小食寫一本書，我睇大家用小食嚟認識高雄哦。到底佢嘅故事，有乜嘅？佢嘅書底部有乜嘅特別嘅內容呢？接下來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嘅公民者 Roger。嗨，大家好，我係 Roger 公民者。分享我哋 Roger 來到我哋節目底部，第一個開始都講大家寫一本書，用小說來同大家紹介高雄呢。不過喺認識一本書之前，先來認識一個人好冇 ？Roger， 你這個本身啊，係行人嗎？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好嘛吼。你係哪一行人啊？屏東林樂。林樂哦，哇，林樂嘅行人啊，林樂算係個屬於嘅地方咧，因為我哋工作我哋昨天嘛，嗰時候上下班都會經過。林樂，唔係個時間搬出去，今下還在林樂嗎？我在高雄出生。你係在高雄出生咧？嗰時候係算爸爸媽媽今日都搬喺高雄。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就從阿公阿婆的時候就搬到高雄來。哇，按早都搬出去啊！你還會回到屏東、回到林樂羅波嗰邊去嗎？每年大概過年、清明，然後還有一些時間，然後特定時間就會回老家去看看親戚這樣子。過年過節的時間會轉過去看一下啦。是。其他親戚朋友還有幾多喺林樂？有。喺邊邊咧？叔公、叔婆，阿公阿婆的兄弟姐妹，大家攏還都住在屏東的6堆地區，內埔、林落、萬巒、竹田。我們家是小聯合國，就是阿公阿婆從小跟我們講客家話，但我們回華語，然後爸爸媽媽講閩南語，然後我爸跟爺爺奶奶講客家話。所以全部都混在一起，所以我完全聽得懂客家話，原因在這邊。這樣很有優勢呢，就是應該唔會講，但是會聽，這樣子是一個比人家大的優勢。有時候可能應該會不會偷偷的用客家話罵你的時候，你當然是共同時間，當然是咯。講到真的 ，Roger，你既然講韓式都係其實都還會貴氣嘛，那其實客家話還會講，講唔會講，那你自己印象裡面呢，小時候鬼都人的6堆客莊或者是鬼都羅波嗰邊，有沒有什麼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會寫這2本書一樣，就是大部分小時候回去的記憶也都跟吃有關係。真是。因為叔婆就在做吃的，做板條、做串冰、賣客家飯，就是像竹籠飯啊，像木板啊這樣。對，所以就是其實從小回去的時候，就是除了看阿泰，然後跟大家敘舊之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吃。真的，你從小就接觸最傳統的客家米線啦，這些飯的啦，這些的東西。對。你是叫自己會不會養成一種我們講下意識的反應？只要聞到那種有蟲的米線，甚至說聞到什麼，馬上就勾起自己的那種鄉愁。我們家因為阿婆前幾年才離開，在那個之前，我們家每天都會有油蔥酥的味道，對，然後我們會自己炸，所以像那個。阿婆在最後離開前幾年，她比較行動不方便的時候，其實是我幫她上菜市場，我幫她去買菜，然後她要什麼什麼什麼，我都大概知道哪一攤，然後去幫她挑這樣子，然後挑回來之後，那廚房是她的地盤，所以她還是由她來操刀這樣子，然後所以每一天那個廚房都會飄出。就是都是很熟悉的客家味，就是油蔥，然後用油蔥做的任何東西，然後每天下午就是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季節，就會用不同的瓜去做那個豬腳肉，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看，然後看他怎麼煎，然後客家人一定就是不管吃白斬雞，不管吃簡飯或吃什麼，一定要蒜頭醬油嘛，然後我們家人還會加九層塔。
七层塔，客家人讲七层塔，然后所以我们家老家门口种了一整排的9层塔。哦，真是，就是随时取用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对客家那个饮食，其实因为就是阿婆她从以前还没有嫁进我们家，嫁给阿公之前，他们是住在林落嘛，所以他们把当时在村子里面就是的整个饮食那个形式，其实全部都搬来高雄了。所以我们其实从小是在，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工作，所以其实家里面的3餐其实主要都是阿婆在料理的，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吃到都是很正统的客家料理。那因为他很喜欢煮，那他也真的很会煮，对，传统的阿婆都安尼啊，对，所以到现在就是有时候我只有学会几样，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在外面餐厅吃到相类似的，你就会勾起这个回忆，就是以前我们在家的时候，其实阿婆会怎么做这样子。安尼，对于韩式办理高雄一段时间嘛，佢说，这个后时咪像读书啦，也系讲工作，拢喺高雄鸦片嘛，还有去到其他的地方啊。大学研究所是在台北念，那高中的话，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高中念雄中，所以三丰中街就在隔壁，然后三民街很多好吃的，没错，哇，所以那个时候每天下课之后啊，都因为要留校念书嘛，所以就跟同学往这些地方跑，然后他们是为了要填饱肚子，然后我就发现在找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很喜欢逛菜市啊、菜市场，然后很喜欢逛这些像中街里面有很多干货，南北干货，然后我就去东摸西摸，东看西看的，然后就问老板，然后就问他们说啊，这是哪里来什么的。我发现我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那这些兴趣我后来现在回想，我就觉得可能也是跟从小就是阿婆她做东西，比如说我们家都会煮客家小炒，所以每一次我其实小时候就跟阿婆去逛过三凤中街，那她每一次就是可能是从小就是你知道那个环境没有那么好，所以冰箱是塞满的嘛，然后很多家里都这样子嘛。那他每次去中间，他那个干鱿鱼啊，他一次一定就买个8片10片，冰满冰箱。对，所以那个印象很深刻。那所以后期就是这样子慢慢一直去吃，因为高中念3年的时间，然后就是逛到后来就对中间还有就是那整个区域都很熟悉。可是这件事情没想到后来就是开始写作之后，回过头来变成我很多创作时候的养分，都从那边在找灵感这样子。有一种生活上的习惯啊，对，因为你有接受过阿婆在做料理的过程，就等于去弄个菜市，变成说唔会对一个菜市的地方的东西，唔会像可以吃的东西有兴趣，连唔可以吃食材啦，也的基本的东西，其实你也会去观察，对生活中周遭的东西就开始有了观察的兴趣。对。按你高中的时间，你大概平常有印象吗？大概了全部都会瓶瓶罐罐，系咪？不是走高中，就是回到路卡都按呢。抽，就是一定有一整层，全部都是一罐一罐的腌菜啊，或者是一些置物啊，客家置物，比如说像我印象很深刻，每年3月开始会有紫姜，那客家会腌紫姜，对，然后像阿婆她的做法是，她是加醋跟糖，所以是做成甜酸口味，然后那个紫姜很下饭，真的，就是光吃白饭配那个紫姜就可以吃好几碗。那所以大概每年从3月开始，一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后面几年是我在买菜嘛，我就后来才知道，原来紫姜可以一路延续到8月中左右，因为那个时候纤维会越来越粗，变老姜接下来变老姜了，那所以那个阿婆就会交代我说，那你去市场，比如说7、8月的时候，那我就说，阿婆，可是现在那个紫姜已经越来越粗了，那个纤维，这样还可以腌吗？她说可以，因为那个老姜是下面变粗，但上面的分支还是嫩的。她叫我去折断那个紫姜，我说可以吗？我会不会被老板赶出来？然后她说不会，我每年都是这样做。我才知道，就是原来菜市场是可以。那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旁边很多那个
那个欧巴桑，他们也都这样拔，然后老板其实不介意，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纯要买老姜而已，然后有些要买紫姜嘛，那所以我就是会这样一路拔到8月中左右，然后接着就是到可能10月开始就会开始期待是白玉萝卜，所以紫姜跟白玉萝卜这2种制菜是我们家每年春夏秋冬一定会出现搭配菜的。可以算客家泡菜吧，对。那其他的话就包含像紫苏梅啊，然后像凤梨豆酱啊，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我看不懂的酱料，然后阿婆她就会3不5时就拿来煮汤、蒸鱼，然后弄在各种料理里面。那我吃到一个最特别就是那个萝卜叶，就是那个台湾其实很多时候你买那个萝卜的时候，叶子都已经被剃掉了，对。然后，但是他就会去收集，比如说像白玉萝卜的叶子就很嫩，然后他就会收集起来之后，他把它剁碎，然后像客家人会把它晒，晒成萝卜叶干，然后萝卜叶干晒完之后有一股很特殊的清香味。那像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客家家庭都这样，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就很习惯吃一个那个。瓜仔肉，可是像闽南人的话，会很常是用那个酱瓜跟猪脚肉弄在一起以后去蒸嘛。可是像我们家就会用那个萝卜叶，萝卜叶会干进去，对，就取代那个酱瓜，然后中间也是打一个蛋，然后所以它的那个萝卜叶蒸肉啊，那个肉饼啊，就会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它很解腻。所以我现在每次到客庄的时候啊，我都会收集，因为这个东西在市区很难找得到。那我像中街也很少看得到，可是我回到老家屏东的时候，不管是回去看家人，或者是回去工作什么的，我就会到处找，然后如果找得到，我就大量买回来，然后就备用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受阿婆跟整个从小成长的背景影响，所以其实那个吃的那个连结、那个记忆啊，其实很深刻。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喜欢这样子来自己做菜的时候这样使用它们这样。等于讲，其實好少唔會做一條事情，甚至於講下屬出水一件事情，其實有幾大成分係很細數到可能路卡影響、環境的影響，幫你生下的埋下的一個種子，只是度後太嘅時間因緣機會之下都幫你發芽了，都真是開始嚟從事一個部分嘅哇，觀眾朋友，同老家安尼分享啊，真是本來馬上都記嘅，見講見相識。不過除了客家的料理之外，佢還有哪條佢看過的料理啊，甚至於講行過的路，本佢可以去寫到安好嘅書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講哦。而且上一節就同大家分享到佢對一個時代文化很注意有興趣，係受到這個阿婆的影響。不過工作呢，佢自己係咩嘢選擇對一個工作有相關的呢？而且頭有講到對食這個有興趣嘛。不過工作的方面，既然對一個有興趣，係咩嘢係學料理方面的啦，甚至講係工作也係同料理方面有關係呢？一開始沒有，後來是誤打誤撞。一開始也說也可以算是有，因為我研究所念行銷，所以我出來之後很合理就去找了行銷相關的工作。那我那時候工作的地方是一間埃及餐廳，其實也是跟吃有關係。那是因為我剛好那時候出了第2本書，是跟埃及有關係，在那個台南的一個餐廳辦了講座之後，那老闆娘剛好要找一個行銷企劃，那因為他的那個空間是2樓餐廳，但1樓他們會進大量的埃及的文物啊進來賣，然後3樓是藝廊，然後要策展，所以他需要有一個人來處理這所有的事情。那所以那個時候因緣際會就開始這個工作。那實際上那個時候，這樣子回想起來，也的確是第1份工作就開始是跟吃有連接的，只是異國美食這樣子。對，那後來就是因為當時那個餐廳裡面有一個5星級飯店邀請過來的主廚來這邊工作這樣子，所以其實從主廚身上其實就已經開始學到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異國料理，那如何針對台灣人喜歡、南部人喜歡的口味，要把它融合，那間接的認識很多的食材。
然后料理的方法。所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那当时还没有开始做饮食的书写，但是那个种子其实已经种下去了。那后来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因缘机会想休息一下，那所以当时是2008年。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练习曲》在台湾上映，那时候带起了2个风潮，一个是骑小折单车，对，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打工换宿，这个在当时是全新的，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旅行的模式。对，那个时候台湾刚开始有，那我就想说，我想要离开高雄休息一下，那就在花莲的民宿找到了一份这样的工作。那我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在东部地方。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帮客人做早餐，然后搭伙做晚餐，所以我们要上市场。你就开始，你不喜欢你也要上市场，然后就开始去认识非常多不同市场里面的小农啊。那特别东部地区有很多原住民的部落，那像他们像 Vuvu 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一些野菜什么带来市场卖，那我就会有很多机会去认识这些台湾岛屿的食材。那所以那个时候半年里面就大量的下厨，我觉得那是一个基础，因为其实以前在家就是像上一段讲，因为阿婆做菜太好吃了，我们其实是没有机会进厨房的，我们就负责当厨啊，没办法，我们就负责吃而已。所以实际上真正自己开始做这件事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你自己开始做了，你会开始知道说，因为那个过程你才会感受到说，原来什么食材跟什么食材碰撞，或要怎么调味，你要真的自己去做才会真的有感受。那个感受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后来就是这一路过程里面，就是后来有机会开始写书嘛。那我的前3本其实都是跟旅行文学有关系。那后来是因为高雄诚品书店的邀请，所以先开了一个专栏在他们的月刊上面，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专栏写了4年多，那其实就跟我刚讲这些所有的历程，其实它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一方面是有了这些可以自己下厨烹饪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也开始有机会去采访这些真正在做吃的店家，所以那个经验互相累积跟叠在一起之后，你开始越来越知道说，什么类型的食物，它用什么样的呈现方式，它其实可以到达它最好的境界。那其实像写的这2本书《熊后家》跟《熊哈比》，就是里面主要都是以小吃为主，对。但是小吃其实因为常常大家都会被“小”这个字给框住，那就觉得小好像是可能比较简单，某个东西，对，然后可能吃起来比较没那么精致，或是很平常、很常民。那实际上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些店家，还有自己亲自在料理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很不简单。你看，像同样一碗肉燥饭，那你光是整个高屏地区的话，就是应该有几百几千家在做，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每家做出来都不一样味道？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小吃都是在那个细节里面。那这个细节我就又回去想到，对，像阿婆自己在做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控肉，我们所有的家族里面的成员都说很赞，可是他的控肉就跟外面的控肉又不一样。可是你站在旁边看的时候，明明就是他其实下的调味什么的，其实都差不多，很多都一样。可是为什么出来味道不一样？那我后来就发现，那真的就是人家讲经验2个字。那经验讲起来是很抽象的事情，可是你如果真的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件事情简单的事情，他一直做，然后代代传承，然后他们是做到最后，他们所谓的经验是他可能说不出来，可是他可以知道说，他在什么时候那个火要转小一点，他看到什么烟气冒出来的时候，看到表层油泡在冒泡的时候，他得要做下一个什么动作，那个东西都是很难去用 SOP 去写出那个食谱的流程的。那我想味道不一样就是在这个里面。那你说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你真的去细究的话，这个小里面其实包含的东西很大这样子。讲到鸦片啊，老蒋出的一本书从黑天一本嘛，这个系列的第2本书，中间差不多隔了多久的时间？10年。10年呢？
怎么跟五页用本书，用还写诗的，那中间为什么会隔了10年按久的时间？那要中间嘿你去准备取材呢，还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你隔了这么久？真的好多读者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上一本《熊后家》里面写了111家嘛，那这本新书《熊哈比》里面写了120家，所以两本加起来也才231家。那上一本花6年，这一本花10年，他们就说231家花10年，他们就觉得这作者讲话太夸张了。但实际上我都会跟他们解释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现在出了6本作品，那其实每一本都是我会先去探访，然后先去填调，然后我觉得有很精彩的素材之后，才来想能不能把它合成一本书。我很少会为了要专程写一本书来去收集，我觉得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概念。所以也因为我是前面那种概念，所以我就不急，我让它慢慢来。那实际上这200多间，2本合起来200多间。它只是被收录进来的店家而已，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纸本书的篇幅都是有限的，所以我尽可能就是在同一个类别不要出现重复的店家。所以比如说刚刚讲的，比如说如果像蛙柜或肉粽，那可能在一本书里面就只会有1个店家出现而已。那也因为这样子也变得更困难，就是你需要我可能同一个蛙柜或肉粽，我要去试吃的可能是5间、6间、7间、8间，那全部完了之后，再去想说，那为什么我要把某一间拉进来写？那除了它的味道之外，他们其实都带着一个山海、一个时代来到这个城市。那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很多人早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求学，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为了要落地啊，他们都是把自己家乡手艺带出来，然后赚到收入之后，然后开始传宗接代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他们慢慢的把不同地区的食物全部都带进了高雄。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如果去问很多高雄人的家庭，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阿公阿婆是来自屏东的客家人，但是我的外公外婆，我的妈妈是来自台南的闽南人，所以很多在高雄原生家庭人的原生家庭背景都是从不同地方过来的融合的。那这件事情它就会充分反映在这2本书里面，就是我们在有限篇幅里面，我们希望把这100年来，然后最多最有特色，然后它涵盖在县市合并之后的38个行政区域里面的各个区域不同族群的饮食文化，然后把它全部收录进来，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同一个类别尽可能只会收录1间，因为真是太多可以写了。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店家，因为靠山或因为不同的族群的文化而衍生出来的区域性美食。那还有靠海这个区域嘛，那所以它采集的时间啊，时间成本其实就很高，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这些地方去拜访。那拜访完之后，有些店家一开始可能不愿意受访，那你可能就会需要先跟他先联络交流感情，然后因为我不太是因为我本来自己也不是正统传播系学系毕业的，所以我问的话也不会是一般想象中那种问，但我就会先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外地人，我想要了解你的东西是什么，那我就用聊天的方式，但是因为用聊天的方式，那个时间就会拉长，那可能不会是只有1次拜访，所以就是这样子重复的这样子来来回回，然后去收集到素材，然后最后再把它集结成书，然后再加上疫情3年，那所以疫情3年其实也让其实现在回头看，这些所有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疫情3年看起来好像时间被停止了，但《熊哈比》这本新书里面，其实有好多店，大概有10几20间吧，是在这3年才意外的又发现，然后最后再把它收录进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我这个做这个文字工作的历程10几年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可以觉得很有热情，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我觉得这某部分可能也是血液里面流着客家人的血液吧，就是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就会坚持下去，
然后一直去深化它这样子。对，那这个可能也跟从小到大接受到的身教有关系，这样。系啊，然后感觉讲，俺人脖子硬硬的嘛，硬强，想到做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做好来，自家有兴趣嘛吼。哦，观众朋友，一本书，各位4年当出行来，底部的内容一定当忙神奇吼。俺人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而且分享到佢写一本书的故事，哇，花了4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书，底部的故事哦，一定非常的神奇精彩哦。不过佢也讲到佢花了幾多時間去訪問，不過在訪問的過程之中，佢有讀到講有個特別的故事冇呢？繼續來請教一下 Roger 咯。Roger，你花了按久的時間，講去拜訪的某間的店啊，也去訪問人家，你有沒有被那種店家直接拒絕過？還是講你得把時間收集過程中，讀到工最挫折的事情是什麼？有遇到幾次不太愉快的經驗，對，那個經驗就是你可能已經跟老闆就是已經前面很禮貌性的很早就跟他約好時間，然後跟他講好說什麼時候要去拜訪他這樣子，那他也都答應你了，也都沒有問題，那細節都聯絡好了，然後那一天到那個店門口的時候，明明就有開門做生意，然後他的員工什麼也都在忙，但是在門口的地方呢，就是他們就說等一下，然後我一等就等了半小時。發生乜嘅事情？不知道。對，然後後來就一直跟他們講說，那是不是可以詢問一下，看老闆是不是看，我以為他不在店裡面，但後來發現他在樓上，那他們就說老闆可能今天身體不舒服啊，然後可能再請你稍等，但是等半個小時之後，老闆也還是沒下來，然後他的家人可能就過來說，那因為老闆今天不舒服，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採訪，很直接講不採訪了。那這個是少數，我覺得大部分遇到的店家，幾乎99.9%都非常友善，但是總是還是免不了會遇到一些像這樣比較不太友善的店家。那當然，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經驗啦。對，就是或許他們可能真的有其他的狀況這樣子。那只是我可能也會知道說那我之後再約的時候，可能事前我可能還可以再做哪些確認這樣子，然後讓那個採訪過程可以更順利。那我覺得這些也都是。如果往比較正面的思考的話，這些其實也都是好的一個學習，就是增加我之後自己在採訪時的一些經驗這樣子。那還有少數幾間店家是，我是覺得蠻心疼的。心疼的點是說，他們明明就做得很好，可是因為疫情3年的關係，所以他們撐不過去。對，像書裡面就有其中一間，我就不講名字了，但是他們是真的很棒的一間店。那生意非常興隆，然後故事性還有它的料理，絕對都是值得讓大家認識的。可是因為疫情3年的關係，因為整個國境關閉了嘛，那他們有很大的客源，是也會吸引到一些海外的旅客來造訪那樣子。那所以就是那加上因為不能群聚用餐，然後所以就是很多的外在環境的因素，那導致他們的生意就整個掉下來。那掉下來之後，後來就是因為實在3年太長了，所以到他們就撐不到今年解封的這段時間，就在出書前就結束營業這樣子。那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可惜，但是這個我覺得就是我覺得就是這也就是常態吧，我們生活裡面的常態這樣子。那像上海裡面有另外一間是樓記饅頭在鹽埕的，那它的樓貝貝饅頭其實非常的好吃，就是它是那種經典的那種很扎實的外省饅頭的代表。然後他們家樓家就是樓貝貝的爸爸就是在戰後跟着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那他的爸爸來到台灣之後，也是先在柴山的軍營
继续从军，然后退下来之后才开始在盐城的大沟顶里面卖馒头。那他卖馒头，他们家卖馒头这个时空背景就跟战后美元，然后面粉，然后到最后就是政府开始直接扶植台湾国内的小麦的产业的这整个时空背景完全叠合在一起。那所以像这个就不是在讲馒头本身的，而是他在讲整个，你可以看到是整个盐城的兴衰起落的一个历史，然后同步再放大整个台湾，就是战后这一段关于美元到那个小麦这一段的历史。好，那应该是讲很遗憾的是，在出版前一天，那就意外知道罗贝贝离开的事情。对，那但是我们后来就是经过罗妈妈的同意，好，那我也跟出版社编辑讨论了这件事情之后，那我们还是决定把楼记馒头收录到书里面去。那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在看这两本书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在收录的当下，我们不会知道10年后、20年后，这个店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可能后代不接棒了，那可能老板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者是有很多因素，那只能停下来这样子。但是它都代表高雄这座城市100年来它的饮食发展的脉络。那我们希望曾经在这个城市里面很用心耕耘，然后很兢兢业业在做好自己家乡料理，然后让它被更多人看见的这些职人，好，他们的手艺可以被透过文字跟图像永远的被记录下来。这个是这本书其实也是一开始想要出版的初衷，因为说实在，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短影音的时代了，大家其实这些店家其实你在网络上面都找得到。对。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出纸本书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很多的细节，很多这些背后的人情故事，还有它是牵动了整个城市跟整个时代的迁徙的一个发展。好，它必须要透过文字的转化，然后你花一点点时间去阅读它，你消化了之后，你才可以真的很深刻理解为什么高雄市这100年来它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更积极一点讲，就是这两本书我希望的还有一个积极的面向是，我们除了是去回望过去这100年来高雄市的饮食发展的历史之外，更积极的是希望我们也可以去想，那下一个100年高雄的饮食可以往什么方向去做发展。这个是比较积极的面向。所以这两本书里面，其实如果读者2本都有买的话，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在目录的地方的安排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从早点开始，然后从伴手礼结束。我们想象你是一个来高雄一个旅行的一个旅人，所以它时间序是从早到晚帮你排好的。那但是在新书熊哈比里面有多了一个类别，叫做创作料理跟餐酒的这个类别。那这个类别就是因为米其林高雄这2年来到高雄嘛，开始做评鉴，那所以我们加进这个类别，其实想要回应，就是高雄这10年来，从熊后家出版之后到10年后熊哈比出版，这10年来高雄的饮食发展，它出现了什么新的样貌？然后更在每一个类别里面，我尝试在新书里面加进一些异国元素，好，比如说。台湾跟日本连接很深，那台湾人很喜欢吃日本料理，所以在甲迷这个类别里面，我们就收录了像日式的拉面店，然后还有在北高雄的一个菜市场旁边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可是老板他飞到日本去，他把纯正的手艺做回来的那个荞麦面，还有很少看到的荞麦乌龙面，还有中华冷面，他在他那个小店里面，他做了非常棒的一个呈现。那这个呈现，我们也把它拉进到书面来。那包含了像新马料理，还有港式料理，还有就是滇缅，就是从缅甸到泰国北方到辽国北方，就是所谓金三角地区这个滇缅料理的这些饮食文化，我都把它拉到书面来，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高雄它就是移民城市嘛。那移民城市除了刚刚一开始讲，就是在不同时代这些族群移进来之外，其实现在还有更多的族群，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外籍配偶，他们可能因为婚嫁关系来到台湾，
来到高雄落地生根，那甚至是移工。那移工在台湾现在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伙伴。对，那像移工他们也因为他们的饮食文化，也让这个城市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有某种元素感染对，所以我们尝试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把这些都可以比较单点式的。那虽然可能量不多，但是我们把它拉进来，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城市一直在蜕变这样。像 Roger 头头讲的，短影音发展的非常迅速，他讲还黑讲受到声光的吸引，看到一些东西，他真的就是注重在说，给后生模，给用的食材高级模，给家私后模各种。可是换个角度想，其实我们要追求的是更有温度的东西，因为这点美有可能，它不是你吃一次就过去了，它可以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你家本书带给我们的真的这种想法在里面，对不对？它其实记录的是生活。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像刚刚分享，就是因为多了这个创作料理的类别嘛，然后加上我自己有很多个专栏在进行，所以这几年来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去采访这些像餐酒馆或 fine dining 这些高端料理的主厨。那这些主厨你在一开始访问他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切入的点都是，从他的法餐或意餐这个整个背景，他是如何养成的切入，然后再来就是会想要了解说，那他如何运用台湾岛屿上面的4季不同的食材，对不对？然后来跟他的这个料理技巧结合嘛。但是你讲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再问他回溯说，那你是怎么开始的？那其实我发现几乎每一个主厨讲的都是他儿时，就是刚刚跟我们聊的都一样，就是家里面的某一道菜，或者是家人带他去吃的某一个小吃，他受到启发之后，然后可能才走上了这个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你不管饮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多复杂的细节，但终归你要回到生活，那小吃其实是我们一般生活中最难以分割的一个部分。对，同感的这个家族甚至自己家里面的一个记忆是息息相关，同感的神拜有相关的。哇，观众朋友，今日拉就来分享的书，这部故事下面当然精彩呢。假使讲有个机会，大家一定可以看一下，每天唔可以对一本书这部寻到这个相关色的、这个相关糖的故事哦。今日再一次感谢 Roger 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故事同好食的料理分享，多谢哦。多谢大家，欢迎来高雄料。好哟，共用糖豆鸦片啦，行喺家家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